呢啲先係真正嘅第四代住宅啊嘛！你睇下呢度足足有40-50平方空間，雙陽台南北通。你以為呢度係大廳，其實只係發展商送俾你嘅一個小小嘅衣帽間。佳景康城果然係人稱嘅坦洲豪宅天花板樓盤啊！感謝大家關注 Louis， 你身邊一個有溫度嘅地產經紀人，大家一齊跟我嚟睇下呢個豪宅。咁我哋呢個佳景康城啲樓盤咧，嗱，園林設計都係非常之舒適嘅簡約風格，但係睇起身非常之舒服啊，非常之靚嘅。我哋呢個位置咧亦非常之好，1到2個字嘅車程咧，可以到達我哋嘅大型商場啦，有優越城啦、華發商都啦，包括我哋嘅3號會員店啦，啊，3個字左右嘅車程咧，可以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口岸啦、拱北口岸啦，位置非常之優越嘅，啊，配套成熟，有興趣嘅咁啊，跟我哋一齊上去睇睇示範單位。大家睇下呢個第4代住宅嘅實用率究竟有幾高咯喎！106平方啊，做到雙陽台、南北通嘅大廳啊，同大門口開始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。106平方可以做到子母門嘅，只有呢度豪宅天花板佳景康城啦。睇翻我哋廚房，所有都係交樓標準，啊，都係牌子貨。經過我哋嘅大廳翻嚟咧，就有我哋3間房間啦。呢一個咧就係兒童房啦。兒童房咧就比較緊湊啲，但係佢只有106平方。對面就係公共洗手間，呢邊係同樣潮男嘅長輩間啦。呢個空間就相對比較闊落。入翻嚟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空間都已經好闊落噶啦，可以擺得2張大床加埋大衣櫃，帶埋我哋獨立嘅洗手間啦。咁出翻嚟就到翻我哋頭先睇到呢個發展商全贈送嘅衣帽間啦。106平方可以做到咁大嘅空間，相當於4-5間房嘅空間咁闊噶啦。所以值唔值得購買咧？大家評論區留低你嘅意見。